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回憶錄。如果要我選一個地球上最敗家嘅國家，我諗唔到第二個，一定會選委內瑞拉。點不咁做？因為呢個國家嘅遭遇真係連最瘋狂嘅好萊塢編劇都寫唔出嚟。試想一下，你爺爺留咗座金山俾你，你就算每日只係躺着，都應該可以食好喝好過一輩子。委內瑞拉就係咁一個富二代。根據石油輸出國組織嘅權威數據，委內瑞拉擁有接近3030億桶嘅易探明石油儲量。呢個係邊一概念？呢個數字超越咗沙特阿拉伯，排名世界第一。如果將呢啲石油平分俾每一個委內瑞拉國民，佢哋每一個人嘅身家都係以千萬美元計算嘅。按道理，呢個國家應該甚至比迪拜仲要奢華，人人都開跑車，寵物都戴金鏈子。但現實是點嘅呢？現實係今日嘅委內瑞拉係全世界最貧窮、最危險、通貨膨脹最誇張嘅地方之一。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嘅數據，喺最嚴重嘅2018年，委內瑞拉嘅通貨膨脹率達到咗令人窒息嘅1370%，係137萬。呢個意味着啲乜？意味着你今日嘅錢可以買一棟樓，聽日可能只夠買一塊磚，後天可能連一張赤紙都買唔起。委內瑞拉人去超市買東西，唔係數錢，而係稱重，因為錢太多太重，係數不完㗎。更加諷刺嘅係，喺呢個石油比水仲要多嘅國家，加油站竟然經常冇油加，要排隊幾日幾夜。喺呢個曾經農業發達嘅國家，人民要翻垃圾桶揾食㗎，甚至要殺動物園嘅火烈鳥嚟充飢。一個坐擁世界第一大金礦嘅國家，竟然活生生餓死喺金礦上面。究竟係發生咗咩事？係天災？係美國制裁？淨係有人嘅腦子進咗水？好多人會簡單歸咎於油價跌咗或者美國搞鬼。但如果係咁，點個沙特冇事，為被制裁咗幾十年嘅伊朗都冇搞成咁？今日我哋就嚟深度解剖呢一場人類現代史上最壯觀嘅自殺式經濟實驗，睇下兩個關鍵人物查維斯同馬杜羅係點樣一步步將南美首富變成人間煉獄嘅。第一節，查維斯嘅魔術表演，點樣將一手好牌打得稀爛。要理解今日嘅悲劇，必須回到1999年。那個時候，一位叫雨果查維斯嘅前省兵宗靠，憑着極具煽動性嘅口才當選委內瑞拉總統。當時嘅委內瑞拉雖然有貧富差距，但底子係好厚嘅。佢哋曾經係南美最富裕嘅國家，人均 GDP 係當時中國嘅好幾倍。70年代石油繁榮期，委內瑞拉人去邁阿密消費，係直接講俾我嚟兩個，豪氣沖天。查維斯上台之後，運氣簡直係好到爆棚。佢執政期間，國際油價開啟咗一輪史無前例嘅超級大牛市，油價由佢上台時嘅大概10美元一桶，一路飆升到後嚟嘅140美元一桶。老天爺瘋狂向查維斯嘅口袋塞錢。據統計，喺查維斯執政嘅14年裏面，委內瑞拉獲得咗接近1萬億美元嘅石油收入。1萬億美金啊！如果你用資就逼錢去搞基建、搞教育，甚至建立一個主權財富基金，委內瑞拉今日可能已經係發達國家。但查維斯選咗另一條路，民粹主義嘅狂歡。佢搞咗一系列名為玻利亞野任務嘅社會計劃，簡單嚟說就係派錢、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連去超市買東西都係國家補貼，汽油幾乎免費。加滿一箱油只要幾毛錢港幣，比一支礦泉水仲平，聽起上嚟好棒，對唔對？但查維斯犯咗一個致命嘅錯誤，佢以為石油會永遠升值，佢以為錢係從天上掉落嚟嘅，而唔係由生產創造出嚟嘅。為咗維持呢一種高福利，查維斯開始對國內嘅私營經濟進行毀滅性打擊。佢推行激進嘅國有化政策，鋼鐵、水泥、電力、通訊通通收歸國有。佢喺電視直播節目裏面，好似皇帝出巡一樣，指點江山，指住邊家店鋪話收歸國有，軍隊就即刻衝進去貼封條。最經典，
亦都係最致命嘅一次，發生喺2002年。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曾經係全世界最有效率、最專業嘅石油公司之一，但呢間公司嘅精英階層唔聽查維斯嘅話，於是查維斯做咗一個震驚全球能源界嘅決定。佢喺電視直播中吹咗哨子，好似裁判趕人出場一樣，一口氣炒咗18000名員工。呢18000人係逼人，係最頂級嘅地質學家、石油工程師、管理層，係呢間公司嘅大腦同心臟。查維斯炒咗佢哋，換咗死進去，換咗一班對佢忠誠但對石油一竅不通嘅親信，甚至係只會喊口號嘅政治打手。後果可想而知，由一間賺錢嘅企業變成咗查維斯嘅政治提款機。賺到嘅錢唔係用嚟維護設備、勘探新油港，而係被攞去搞福利，甚至援助古巴、尼加拉瓜嚟買政治影響力。數據顯示，儘管油價飆升，但委內瑞拉嘅石油產量喺查維斯後期其實已經開始下跌。煉油廠因為缺乏維護，經常爆炸，設備老化，冇人會修。而且因為國有化同埋價格管制，亦即係規定商品售價必須低於成本。國內嘅農業同製造業徹底死光咗。試想一下，如果你種玉米賣出去係虧錢嘅，你仲種唔種？當然唔種。結果就係委內瑞拉變成咗一個極度畸形嘅國家，除咗石油，乜都生產不出嚟，連赤子、肥皂、大米都要靠進口。呢個就好似一個原本有手有腳嘅人，自己剪斷咗手腳，放喺床上靠輸血，亦都即係石油美元為生。只要油價一直高，呢個病人仲死不了。但如果輸血管斷咗呢？第二節馬杜羅嘅奇蹟，一本活生生嘅惡性通脹教科書。2013年，查維斯因癌症去世，接班嘅係佢指定嘅繼承人，巴士司機出身嘅尼古拉馬杜羅。如果講查維斯係埋炸彈嘅嗰個人，咁馬杜羅就係引爆嘅嗰個人。馬杜羅上台冇幾耐，2014年全球油價崩盤，原油價格由100幾美元斷崖式下跌到30幾美元。委內瑞拉嘅噩夢開始咗，因為之前摧毀咗所有其他產業，國家90%嘅出口收入都係靠石油。油價一跌，國家即刻冇錢，冇錢就冇外匯，冇外匯就買唔起進口嘅糧食同埋藥物。如果係正常嘅一個政府，呢個時候應該削減開支，開放市場，鼓勵生產。但馬杜羅政府嘅操作堪稱係經濟學鬼才。佢哋做咗3件令人匪夷所思嘅事。第一，瘋狂印鈔票，政府冇錢發福利，冧斜經濟滾，冇錢發工資，冧斜經濟滾。馬杜羅迷信一種荒謬嘅理論，只要印多點錢，大家手上有錢，經濟就會好。結果引發咗惡性通脹。2018年通脹率1370%，政府為咗掩耳盜鈴，不斷發行新貨幣，將舊貨幣後面先零。2008年查維斯刪咗3個零，2018年馬杜羅刪咗5個零，2021年又刪咗6個零，前前後後刪咗14個零。呢個就好似你發燒，醫生唔俾你退燒藥，反而將體溫計嘅刻度改低，話你冇發燒一樣荒謬。第二，死都要嚴厲控制外匯。政府規定咗一個極度虛假嘅官方匯率，比如10玻利瓦野兌1美元，但黑市可能係10萬兌1美元。呢個就造成咗一個巨大嘅貪腐溫床。只有同政府、軍隊有關係嘅權貴，先至可以攞到官方匯率嘅美元。佢哋用10塊錢本幣換1塊美金，轉身去黑市換成10萬本幣，瞬間賺取1萬倍嘅暴利。委內瑞拉幾千億美元嘅國家財富，就係通過呢種方式被權貴階層洗劫一空，轉移去咗海外賬戶。第三，價格管制同埋揸老闆，物價飛漲。馬杜羅唔去解決供應問題，反而派軍隊去超市，強迫商家降價，甚至揸超市老闆坐監，指責佢哋係發起經濟戰。結果係所有商家都唔敢開門，貨架徹底空空如也。呢幾年產生咗一個新名詞，馬杜羅減肥法。根據2017年嘅一項調查，
由於極度缺乏食物，委內瑞拉成年人喺1年內平均體重下降咗11.4公斤，唔係因為佢哋想健身，而係真係餓。喺醫院，因為冇電，早產兒死喺保溫箱裏面；因為冇藥，普通嘅發燒腹瀉變成絕症。喺街頭，曾經嘅大學教授、工程師，而家要放下尊嚴，去返餐廳後面嘅垃圾桶，同野狗爭食。第3節，委內瑞拉大逃亡，一個國家係點樣被掏空嘅？面對呢一種人間煉獄，委內瑞拉人選擇咗最後一種反抗方式，用角投票。一場並冇戰火，但比戰爭更恐怖嘅難民潮爆發咗。根據聯合國難民署嘅數據，截至2023年，已經有超過770萬委內瑞拉人逃離咗自己嘅國家。呢個係 B 概念，呢相當於委內瑞拉總人口嘅1/4。呢個數字超過咗敘利亞，超過咗烏克蘭，成為世界上最大規模嘅流離失所危機之一。走嘅係咩人？係醫生，係老師，係石油工程師，係年輕人。一個國家嘅未來就咁樣背住行囊，徒步穿過叢林，逃去哥倫比亞、巴西、秘魯，甚至美國。留低嘅係癲魔人，係老弱病殘，以及同政府深度綁定嘅利益集團。你可能會問，搞成咁，點嘅馬杜羅仲冇倒台？呢個又是一個諷刺嘅現實。第一，槍桿子喺手裏，查維斯同馬杜羅好聰明，佢哋將國家嘅經濟命脈，比如石油運輸、糧食進口，全部交俾軍隊高層去管。委內瑞拉嘅將軍人數甚至比美軍仲要多。呢啲將軍通過控制匯率、走私毒品同倒賣物資，賺到盆滿缽滿。佢哋同馬杜羅係一條繩上嘅馬啫，當然會死保政權。第二，飢餓作為武器，政府搞咗個叫 CLAP 嘅食物配合包。當你連飯都食唔飽，每日要花8個鐘頭去排隊買麵包嘅時候，你係冇力氣去搞革命嘅。而且如果你去遊行示威，政府就會切斷你嘅食物配合。飢餓變成咗最有效嘅社會控制手段。結尾，資源嘅詛咒同挪威嘅鏡子。睇完委內瑞拉嘅故事，我哋最後要講一個概念：資源詛咒。經濟學家發現，好多資源豐富嘅國家，往往比資源貧乏嘅國家發展得更差、更獨裁、更腐敗。因為錢嚟得太容易，執政者就唔需要通過發展經濟，向人民徵稅嚟維持運作，自然就唔需要對人民負責。但係呢一就係必然嘅嗎？我想講一下另一個石油大國挪威。挪威同委內瑞拉一樣，都係產油大國，但挪威人好清楚，石油係會用完嘅，油價係會跌嘅，所以挪威建立咗主權財富基金。佢哋將賣油賺到嘅錢存起嚟，投資去全世界，嚴禁政府隨意動用呢一筆本金，只可以用少許收益。結果係今日挪威係世界上最富裕、最幸福嘅國家之一。佢哋嘅基金規模超過1.5萬億美元，為子孫後代留低咗無盡嘅財富。同一個地球，同一種石油，兩種截然不同嘅命運。委內瑞拉嘅悲劇從來都唔係石油嘅錯，亦唔係美國嘅錯，而係唔受約束嘅權力、無視常識嘅傲慢，以及民粹主義狂歡之後嘅代價。佢哋曾經以為揾到咗一條通往天堂嘅捷徑，以為可以靠印錢同埋口號去建立烏托邦，殊不知呢條路正正係通往地獄嘅高速公路。正如一句名言所講，嗰啲試圖喺人間建立天堂嘅人，最後都把人間變成咗地獄。今日嘅委內瑞拉雖然油價有所回升，情況比最差嗰幾年好咗一點點，但被摧毀嘅工業體系、流失嘅人才、破碎嘅社會信任，恐怕幾代人都未必修復得到。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你覺得委內瑞拉仲有機會翻身嗎？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記得訂閱、點讚、轉發，我哋下期見。